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好，各位乡亲朋友，初本安部有本天同吓到无啊？大家要多多注意安全哦。尤其一包嘅请好准备天同包、地震包准备到屋卡较好，拿到的蔬菜紧急备而不用，好不好？韩国啲花莲的朋友，大家要多多注意安全哦。好，讲到也好，下礼拜就系要过年了。古时候讲到过年，大家就伫阿群妹爱係那片人啊。冇錯，愛係苗栗人，啲苗栗好過年就有一件動態嘅事情，動盪嘅事情，大家團看哪係乜嘢呢？冇錯，就係苗栗嘅幫龍，古時候今年幫龍吼已經到為第20周年，按長按久嘅時間了。古時候嗱，細細格格來分享，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幫龍發通嘅來賓，來分享啲苗栗市公所客家文化科嘅科長，分享詩玲姐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苗栗市公所客家文化科科長林詩玲。今日非常歡喜呢，來到福起來節目，全國觀眾朋友大家見面。歡迎詩玲姐來到呢節目當中吼。今日阿群妹愛同大家來分享幫龍，其實我哋係當歡喜，非常的期待。你有容顏平平嘅苗栗人咩？錯，冇錯，我寒舍時間我就記得吼，我會趴在那個沙發上，有沒有？從門口一些就這個電到亮了。哈，像個電亮，遠遠就聽到個咚咚咚咚嘅鼓聲，我就想，亮溫來了。對，對，韓國下太陽以後就會真正出去，真正就會天亮了。天亮啊！古時候我想，當到苗栗市嘅朋友，從細到大，聽錯都有也天亮嘅經驗。人哋知吼，大家都有。佢從細後就安尼講，嘅樣時拄到寒假咩？係啊，佢下擺後真係翻穩啲徛定嚟啊，聽到唔到咚咚咚，按部頭拄好啲嘅食飯，拄好食飯後，佢真係翻穩就平睇咧，就更加從定出去。啊，個嘅樣時拄到係差唔多電節、元宵節哈，那嘅樣時大家就會利用嘅呢爐劈咧，爐劈咧可以安尼熱熱啦，起價熱睇。起個一做燈籠底部點蠟燭，安尼天亮。就用西洋人做的那個南瓜燈用嘅。台灣還有天吼，那個暗房片吼，無像也嘛有 LED 燈啊，吼，然後安尼起個一做。哇，古時候也幫龍吼，真係係苗栗人啊！過年嘅時節，從細到大，大家都有個共同嘅記憶咯。對，冇錯。古時候今年第20周年，20周年，真係也把一發通辦到當生態，非常非常嘅鬧熱。對呀，2月24日4就開始嘅，一直到3月除夕，按久嘅時間吼，有10日嘅時間。古時候咩想愛請詩玲姐來同大家來小嘅。第一集精彩嘅發通就係呀，祥龍點睛，跟龍就龍啊，做乜嘅聽咗喺度佢點目組呢？其實吼，呀，跟你苗栗幫龍吼，安尼差唔多有6部曲啦。我們第1部曲就狗龍，哈，過來呢做點睛，祥龍點睛，過來亮龍、天龍、幫龍，過來花龍。啊，今年做乜講做乜點睛吼？cái đường cổ hội以後，做個古樹嚟，用竹咩嚟，也就一邊嚟吼，伊做好以後呢，佢就講要經過嘅呢廟前吼，吼伊點燃，快講點燃以後，佢就會有嘅呢，安尼神靈吼，安尼降臨，就有靈氣，個呢，佢就愛家戶一拜噶吼，就會本大家帶來好運，就係開講，冇開講嘅話，我嘅龍吼就冇辦法安尼一拜，冇辦法本人爆紅包。古時候頭擺一兩家師講，係冇做啲點睛嘅呀，咋通做，佢係冇辦法出去拿紅包嘅。不過吼有啲好處就講吼，迄點燃嘅話一天就發題，發題應該冇發題嘅話吼，就講係可以繼續，就變講一種表演性嘅做得啦。本人有請人來表演啊，吼，安尼做的，叫做唔是發題。哇，原來也傳統嘅秀，也就係客家苗栗幫龍嘅其中一隻哦，點睛嘛，對不對？祥龍點睛哈，我們今年哈，2月24號，係初九，正月初九，從頭擺時講吼，就差唔多就講正月15，今年哈要到北宮面前哈，來跟你來做開工點燃。就喺北宮面前，哎呀好，哎呀做古天做正月初九。
正月初九，韩国啲啊，苗栗玉清宫，玉清宫，哎呀，当天年吼，嘅信仰中心啊，哎呀，知道咧，迄个恩主公，啊，恩主公一片吼来办安尼仪式，哎呀，今年。店面有固定的仪式，走秀了，有那固定的科仪哈，每个人青菜点。哇，每晚上去就好哎。每个店吼，要每做个店么主题的哦，店面哈，叫店面、店面工、店皮工，啥类都店栽哈，纯哈，嗰张日头，这叫天庭，再过来做龙神，龙神一节节点了以后。按你要仪式张奎酸完成哦。古时期迄一只古天的秀，2月24号到也苗栗恩主公头前的广场，大家就做得去参加，还个参加，剩下来还有纪念品要送俾大家哦，我送埋个电路俾大家哦。给天当好的东西，给主人家看到哈，对对，要真正象征我们的蒸日上，蒸日上的一个富贵米。对，一个蒸笼的感觉，蒸笼对，然后就像取它的谐音哈，就蒸日上，对，跟米又秀万物，主讲人家的，我们都是靠米不米秀啊秀开嘛，好，这是要米，是的米呢，专于这有加持过，或者说保佑一年平安安呢。古时候2月24号就做得拿到，一个片参加就做得拿到呀纪念品哦。韩国其实啦，没有呀苗栗客家竞技龙的部分，其实呀凉水啊，我来盐水，有冻到冻困难的素材，韩国其实苗栗没有冻到冻优秀的凉水，先来看一看其他的样片。凉水全部就冻香无啊！你看佢耍那个花样，大家的其实个凉啊，非常的纯古手，爱做安样的竞技龙的表现，其实冇按过哟。韩国吼，等下节目当中还会同大家来分享吼，上来呀竞技龙爱比嘛，咁个按到苗栗客家嘅竞技龙，分享大家2月24号到3月初4號做得来苗栗看榜了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。最棒的旅行，苗栗风流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！我係综艺圈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小結好對呀。2月24號開始到3月初4日，苗栗嘅榜量又愛開始了。韓國今年好第20周年，古時候規則發通會辦到動態，非常的盛大，每同頭擺有動到無共樣嘅素材哦。今日節目當中，請到我們的司令科長來同大家來分享吼。剛才有講到2月24號啲呀苗栗玉清宮也係
恩主宫呀，面头前的工厂有举办呀这个降龙点睛，还有神龙祈福呀的为发通。其实除了呀以外，还有呀庙里客家竞技龙的部分。呀客家竞技龙吼，主要是因为讲希望吼，迄客家文化可以传承下去，然后做客家龙。客家龙特色就讲头大。卷尾，你要卷呢，卷向上卷，如果是偏左边，它就是公的；偏右边就是母的。真的，因为现在因为有竞技龙，因为我们比赛的话，竞技龙它强，它后耍起来比较灵活。对，所以都变成说大家都去舞竞技龙，但是跟没按客家传统，古时候俺要做奖励给他的，希望给他做客家龙，俺要得做寄出高额的奖金来鼓励给他的，鼓给他的有做到客家客家龙的特色。大概有10个特征，有周到的，还要另外又再给他补助。哇，古时候呀，2月24號啲呀，恩主宮面頭前看到嘅就係客家龍嘅部分咯。不過啲2月28號吼，同樣啲呀，玉清宮頭前嘅工廠有這個小朋友的，叫做蹦龍比棒龍杯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，也有係用嘅。也都冇同樣咯，也就講家講過兩個嘅競技龍較強，因為客家龍嘅龍頭。暗藏當中欠呀，欠呀，佢吼冇講4年咧，吼講小學生基本上欠呀，佢後生人徛叫咩徛呀？嗰時候像一到特別2個客家龍，一天我記下3人輪流一徛龍頭啊。古時候呀，這個比較輕的版本的小朋友的競技龍，因為我嘅競技龍啊，苗栗頭擺拍呢，跟你競技龍比賽全盛時期哦，曾經有到68隊的龍隊的比賽。那今年差不多我們估計希望邀請大概30隊，來鴉片苗栗市。古時候2月28號都有玉清宮、恩主宮就做俾來看到這個小朋友的競技。全國哈，大家好的龍隊哈來苗栗來參加呀，你懂正當嘅這民俗體育活動。冇錯，係我青春有嘅係就係呀3月3號了，民俗彩節。呀，算呢也是重頭戲之一哦。呀，其實啊，彩節就剛剛講，人家係田龍嘅一種延伸，特別係田龍，安尼田下。龍戲那一片，嗌出田龍龍戲到那一片，今年龍戲 KTV 店，嗌出去 KTV。古時候一下子變講吼，是苗栗市公所吼，就變群市長呢，叫做吉安縣，叫做開始有安尼彩節發通，就到個南苗吼，南苗個三角公園、中正路哈，麥當勞前面，對，就一路就往北，哈，往北，因為我們單向道嘛，哈，往北一直到火車頭，火車站一片，火車頭，然後全長2.5公里。順德中正路三角公園，順德中正路就經行到北苗火車頭了。對，嗰本他剛好做了來看哈，個人邀請全國甚至於國際享譽國際哈很知名的那像陣頭啦，或者是說那個劇團啊、舞團啊，然後他講了一片表演啊。今年的主題呢就把它定做四季平安，然後一塊是會以那個四海龍王代稱。好，然後就是從主題從春夏秋冬一路按呢，希望大家1年4季平安。哇，我想係用想象，因為其實啲過年嘅時節啦，苗栗中正路嘅燈個全部就會掛電當到紅燈了。係，因為要採接哈，故時候呢，係個沿路中正路兩片，整個藝術裝飾都當到街道藝術。係，再個加油按到國際老國內彩體嘅當到表演嘅團隊，我相信聽說會非常的精彩。像係特別介紹一下嘅建工學校順行哈，有那個呢體育館那一面牆，我們做了一個3D 彩繪的客家龍。哇，這片吼就打卡聖地了。杭州的去打卡哦。對，一開始他卡出見宣傳，哇，講當真。假使講吼，有啲人啊，可能冇想愛去呀採集呀人夾人，唔過咩冇想講，啲呀苗栗火車頭就是我們終點的地方，其實有架這個大熒幕會直播本太感直播，我們這個。過程後會全程直播，由我們的客家名人，然後陳明珠小姐呢來幫我們主持。客家妹阿明珠啦，係啦，阿明珠。我想講客家妹哦，有時候較排斥阿明兄弟。對，係啊。對。這個規則過程吼，本客家吼，這個冇辦法嚟
亲身来参加吼，采看得到，嘿，古时候其四爱到呀复查头的这个广场啊，就都得看得到呀，南庙三个公园啊，民族主持的呀，发通开场，还个一车都呀这个采接也发通，地复查头就都得透过直播直接来看到。除了安尼吼，其实我也没会有听点，听点都会帮助。哦，听点我有。我们有像吼，就讲应该一些竞技龙安尼比赛优秀的一个有那个龙队哈，来一片定点表演。韩国唔单唱安尼哦，还有前面就系3月4号的帮流呀，给这人讲哦，腾龙腾20啊，大棒大旺，所以一听到帮流哦，大棒大旺，要帮哦，要腾他个介绍一下哈，要帮火旁啊，因为要摩亚尼斯，其实一次系摩亚的斯，系要帮的意思哦，其实就讲鞭炮。帮的声音，乒铃乓啷，乒铃乓啷，对啊，因为当多你会讲火旁龙哈，对，是棒龙，好，要就讲帮龙的话，我也都会在那个河滨公园，晚上哈会在那边本大家体验去个1、2六，哇，还做得体验对，那亲子舞龙，过还有本家里打卡，那我们会送。这么很棒的这个，好可爱呀！这个手拿龙，可以让你们耍，回家可以耍。客家龙嘛，呀，黑客家龙，这是客家龙，对不对？特难太太，哈，对呢，要米，见那个见那无马票准，也是无合格啦，哈，因为这是那个文创商品啦，古时候呢，对，但是头哈是猪有样，呀猪有这规格啦，对，哇，古时候其实呀2月24号到呀3月除夕，其實一切都有發通，這個提醒大家要交通嘅資訊咯。2月24號係啲呀苗栗市嘅玉清宮、安祖宮，還有2月28號嘅慶陽係啲呀安祖宮用發通，還有3月3號就是啲呀苗栗南苗三角公園，一切都呀火車頭嘅部分。3月4號就係到呀苗栗市嘅河濱公園，公園。對，韓國其實有接駁車，對不對？接駁車哈，我們會安排都給從高鐵的接駁，很多火車頭的接駁。對，那我們高鐵的話，可能我們就會接下來會到北市車站，然後到那個體育場，然後再到我們活動的會場，然後還會再延伸到那個比較南邊那邊新東大橋那邊去接駁，然後過來。那還有一個像就是從火車站，它可能就會到那個醫院去苗栗醫院，然後再到我們的會場。哇！古時候其實今年嘅發通非常資訊非常多，大家做得掃描去前看啦，看今年幫量嘅資訊咯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韓卡度嘅內容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嘅幫量對呀，2月24號到3月除夕，發通就要開始了。今日節目當中又同大家講到吼，其中一個重頭戲就係誒咧幫量之夜，前兩日咧幫量之夜。其實幫量結束以後啊，接下來還有一個動態嘅發量嘅也就發通天初愛來做嘅哦。開工店面吼，一般就講3月初9。最近啲兩量嘅時間哈，就是年宵，3月15到17要3月來量完以後17嚟給你安補姿勢，然後來發量。因為佢店面以後吼，佢就開工店面以後就變講省量，加盡量嘅來，然後你要搶佢轉移，搶佢送一天蛋糕，嗰時候乒鈴乓啷幫到全部糊以後，主編講吼，再來發帖，發帖吼，我也得做。有派一個發通，就講係一定，就講一定來賓哈參加一個民眾哈，你可以寫一個祈願卡，心願卡，好，跟我看按到尾龍哈，看你看中醫那米哈，你就把那個祈願卡放在他的手機下，都是發價哈是貴下。
带到田上，大家他个心愿带到田当国医，你要高中啊，金榜题名，身体健康，嘛该吼，升官发财就可以帮你带到天上去，本众神明真嘅，其實我吃到幫兩真嘅喺苗栗人咧，大家鄉下嘅記憶，韓國其實同樣文化咩有動到內容動到相關。我說今年啊，苗栗市公所 TPMA 到日本兩下一首歌曲按到5來，韓國有一隻微電影啊，讓鄉下來看一看。當你來該世界一片夢灑染，從容你強強不浪發展。我年年等你有一點難，愛你你也是簡單，一 Q 改天，終年愛改新年，點點上的門柱。你是唯才愛心變，一條山路，心思彎彎，轉到故鄉童年該臨安。你來愛，唔係本意再孤單，年年該一場如題，另一種思念來交換，愛會等你來，等你來。班某是在看馬跟包旅遊。世間一片夢灑染，從容你強強不浪發展。我年年等你有一點難，愛你年年是簡單，一 Q 改天，終點愛改心。上的母豬，你是唯才愛心變，一條山路，心思彎彎，轉到故鄉童年該臨安。你來愛，唔係本意再孤單，年年該一場肉體，你讓思念來交換，愛為等你來，等你來。之間回到這裡，這首歌眼前，我等待再一次的遇見，輕輕的一個回圈，轉身就已經沒界限，撥動着心底那條線。哇塞，你會有變化，你也太扯了吧！變化嗎？看到有微電影啊，其實全部就係真正係苗栗人從細到大發生嘅事情。阿權妹嗌從細到大真正就係按你食飯唔食飯，吐書唔吐書，全部聽到兩個聲音就會去聽兩個。阿權妹家下看到影片都有知道，哇！嘅韓式時嘅嘅回憶全部就出來，嗌啲吐書嘅時間真正就係做按你嘅事情咧，詩玲姐。我們從其實也微電影啊故事，背後睇嚟就講，從細停兩停嚟20年，也發通20年咧，對，從台北4年小學生嘅，也係已經變講出社會出頭路嘅，唔過呢，當年過年。佢就唔會唔記得講，轉來，我來停了，我來看幫了，對，故所有微電影，除咗有音樂都好聽以外，其實有方面真研究係講苗栗人嘅故事，也分享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我來苗栗鄉下來體驗一下幫了也就發通哦。韓國今年咩 TP 來出嚟也就這個苗栗沃克停了沃克的那個，算是打卡苗栗旅遊手冊，對不對？喺本吼，今年像背包客啊，個也好生意嘛，一個也名路吼，最近也
他讲我伊奈中间我先搜寻，看下伊某啲看帮助有奈好生哈，我就做按你一个手册杂志们他给参考，对，都可以从早餐到宵夜，医生早疗，早餐都有了。人家推广黑年啊，特别我讲一定要有黑年的东西，他给风流是对，后风流是走这就早餐，对，从食酒，然后到点心，对，过后冻珠哈，过后做点心，过晚餐不呀哈，过还有给你都宵夜。一系列真的都同他嘅介紹。古時來到苗栗，唔是在嗰時候愛新馬街嘅，韓國其實有動到啲阿全部藝都唔掂，全部都老埋真理好些嘅，譬如講當然，營業到凌晨2點的。係啊，因為到3年 QB 冇窮樣啊哈，中央就包羅萬象，中央就來保育了，冇錯。個鼓勵啊的話，我們這優良的商家，對，除了有色類以外，其實還有這個打卡的景點，沖亞新東海橋，就啲阿全部喺卡夫區內聽聽。當然，身上這個所有的美景哈，都對，還有這個公維旭隧道，哦，那是我們的亮點。對，亮點哈，100台嘅遊覽場。真嘅，古時藝呀，哈去到苗栗公維旭隧道，我認獎認了。公藝呀，是講說要有計劃哈，市長要有計劃講，老嘅規則嘅公維旭隧道哈，要整個重新就是把景觀去給它美化。懂鬧嘢，希望過一段時間哈，看大家可以看到。對，韓國其實也後邊還有這個地圖的部分，還有梯圖，當然一定愛耶。對，還有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貼心的是有這個穆斯林友善飲食。哦，對，係，佢當然一定愛嘅。印尼人台灣係一張這個宗教非常多元的一個國家，故說希望天使機頭前的鄉親朋友大家就做得來苗栗了哦。不過假使講我想要拿到這個旅遊手記、旅遊秘籍的話，我要去哪篇章拿一個？像當到嘅呢，像過茶頭，施工所一定有哈，過還有當到商家，因為當到美食嘛，美食商家那邊都有。那有一些像一個超商沒有，好，過其他地方的話可以。歡迎來跟呢，來上我們的網站來查詢。網站關鍵字搜尋要打什麼？苗栗棒龍。苗栗棒龍，那可能棒要打火旁龍。對。苗栗棒龍，苗栗火旁龍。對，那個就做在前面東相關的資訊。公園去要有粉絲頁 ，FB 有粉絲頁，可以隨時密切注意，大家都會訊息。古時候清明啊，再個同大家來講一下呀，要把棒龍那啲發通的規則時間。好，呀，做2月24號做正月初9哈，都給主公玉清宮哈有降龍點睛，個還有毛利客家龍的一個禁忌哈，個還有2月28呢，做正月13哈，做個幫龍比全國嘅中小學競技龍錦標賽哦，還有非常有看頭的哈。對。再過來是我們的重頭戲之一3月初3哈，也係個呢做正月16哈，因為禮拜6還是個踩街，在我們的苗栗中正路的那個從南苗到北苗，對，南苗到北苗，對，鬼都尾哈，然後都有現場直播。再過來呢，是3月4號的我們個棒龍之夜，在我們的河濱公園哈，然後棒龍完呢以後，我們的畫龍返天，我們就要回到玉清宮，都那店面都那發，嘿，那整個系列活動。就是這樣子跟大家報告。古時候也係規則主要的活動，其實除咗要做業外發通以外啊，周邊順後還有非常多其他的發通，比如講像這個是不是有親子舞龍的這個活動？親子舞龍在我們的河濱公園，大家可以自己來耍，然後還可以增進親子之間的友誼關係，對不對？對，還親子舞龍是在3月除夕的時間，3月除夕都會在河濱公園，對，然後就可以拿到我們這個可愛的對這個文創商品，手拿龍，手拿一下，韓國除咗呀，以外呀，還有青創市集，青創市集會在我們的3月3號那天踩街，我們有邀請了，就是回鄉的那個返鄉的一些返鄉的創業的青年學長啦，好朋友，他們的東西真給懂貨，那當然我們也會有一些客家美食會在裡面，對，還有一些我們的農特產會在那個就是我們的那個苗栗的那個美食街，是美食街那邊就是三角公園對面，三角公園，如果不知道哪裡，我看到給整個龍這個燈籠隧道就是了，整個都是2000個。
灯笼，其实上面是前后都有那个客家美食街的牌坊。阿曲莫乃本身是董浩斯底路有一点阿兰姐的水晶饺，哎是，对，像那个天上水上人家啦，江记这个霸丸都非常有名。对，水上人家跟江记就全部就都底波，大家做的第一片是酒是董猪，对，韩国出台呀，因为其实还有 FB 打卡的活动。对我们打卡的话就说我们会像刚刚讲，我们如果去现场打卡，把我们的给现场的画面拍照，给我上传的话，就可以送下的礼品。对，这个就可以送手拿笼。对，韩国其实头前嘅灯笼哈，灯笼部分，就讲我们请大家密切注意我们的粉丝团，我们可能会在那个过年那段期间，我们会在定点，然后鼓励去，比方说去美食街打卡，好，来的就会送灯笼，好，或者说我们在放龙当天，在河滨公园，我们也欢迎打卡来送灯笼，大家一起谈流。古时候分享大家做的乡下来谈流哦，不过其实吼，苗栗有当到好料好高的蔬菜，可能大家还唔知，也还没请思玲姐再个同大家来讲一下。假使讲来到苗栗，我来安排来看放粮的法通，除大家做的看放粮以外啊，其实我还有时间啊，我还做得去其他蔬菜老了的，你建议做得去哪条蔬菜？老了哈，因为也浪漫台三线，嘿，非常，他家就一直在推广，公司在苗栗台府多给亚内世界，就会给你草莓啊，草莓全国票选提名的水果，对，分享了。台府是吃破外面可以泡汤，还有人给太阳面可以泡汤，个还有讲人给像石潭啊、三湾啊，给都有梨嘅呀，个人家还有柑嘅啊，当到水果。可以来呀，行啊，给行啊，呀了解了，是俺呀农特产，是我们的美食，过来看看我们苗栗啊，好山好水好风情。韩国其实呀，本旅游秘籍里面啊，还有看到有一个这个宜香茶园的部分。宜香茶园现在是我们苗栗市公所都积极去辅导的一个茶农，我们希望就是说把像我们的猫梨红啊，然后我们的碰风茶啊，给行销到全国甚至到国际，他家的苗栗有暗后的。对，韩国其实呀，这个铁道文物展示馆，其实跟哈迪明珠的那一个预告里面，没有看到，还有在有点像谈恋爱，有没有偷偷抱明珠的挂？没有啦。你的意思说情人应该要到这边去打个卡啦？对，没错，荧幕情侣有没有？大家都在去那个铁道文物展示馆那边。你说了哟，你要带你的。没问题。过年的时间看泰雅会不会堵到我？有没有？跟俺你等哦哈，好，我们更多有奖品了哈。好，你看这样发奖品不是很好。跟你讲，这个铁道文物展示馆其实黑呀按到年张开是有诶，因为俺记得俺很些时间俺没看过亚到这个展示馆。其实也有好多年诶，可能没注意，其实有都火车头顺好没记。对，就可能大概就可能下场就专业，就没注意到。其实哈，火车头这片我们也那个装置艺术也弄得非常的棒，有弄个十全十美、和乐融融的一个插头这插头顺后还不会，其实那个就铁道就在那边。对。古时候其实火车头，新的火车头其实已经动讲，大概就知道的一出车头就看得到当国有都发布啊，对，然后后火车站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铁道公园。对啊，后火车道我们还有做一个那个皮影戏，回本影哈，就是还出口还没下去，就皮影戏大家可以去耍。韩国其实呀还有这个苗栗客家猫梨客家学院。猫梨客家学院是我们苗栗市公所的，就是它是有一个文化的，特别给 Q 的饼养，测了之后，它的修车厂我们就把它改建成，营造成一个就是客家佛法，然后都要骗人拍的研习课程呀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驻点的一个冉老师跟陶艺老师，可以大家来做体验。希望就讲老人的客家文化来保存下来，希望大家
分享得掉。对，韩国其实唔单枪按呢，大家做的许多纪片，还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客制化的纪念品，对不对？嘿，跟咱搭山做出来都无穷哟。嘿，当好讲。除了这个纪念品以外，因为佢喺好多苗栗客家方言，故所其实佢地都还有培训的当中，还有上嘅可能是小朋友，或者是喺一般民众培养本佢的学习呀客家文化，对不对？嘿，当然有这个口说艺术的部分。口说艺术，我们当年哈做过一班，哎呀，的学生嘅哈，学嘅以后呢，学完嘢，我哋就邀請佢一表演，佢哋就當有成就感咯，就當有興趣繼續學下嘢，唔錯，古時來到苗栗後，唔好再講來苗栗冇素材好料，我同講苗栗真見有咁多素材好料，佢好山好水又好風景，韓國又出食什麼嘢嘛？自己講自己講，士林姐妹重要。古時候2月24號到3月除夕，歡迎大家聽朝2來苗栗來看蹦龍哦。今日謝謝士林姐來到節目當中。安子生，希望大家希望經過還有機會再來一節目來大家見面。安子生，冇唔錯，大家咪愛記得上愛來看到也蹦龍那啲發通嘅資訊，大家做得掃描去打關鍵字苗栗火棒龍哦，大家記得。記得念苗栗棒龍哦。苗栗蹦龍就記得自拋會蹦到冰冰冰亮嗰種蹦嘅聲音，就係苗栗蹦龍。對，謝謝士林姐來到節目當中，每次問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向下來做運動。